記得你出世嘅時候，我許咗個願，只要你健健康康，我就心滿意足。但估唔到呢個咁卑微嘅願望，上天都唔允許。你2個月嗰陣，第一次爆發濕疹，本來白雪雪嘅你，周身出晒紅疹，嚴重起嚟仲會出水發臭。媽媽真係好心痛，你成日喊，因為好痕搞到瞓唔到覺，所以好多晚我都坐起身抱住你過夜。試過第2日返工，俾同事笑我好似喪屍咁。但為咗等你可以瞓多少少，我覺得係值得噶。最深刻嗰次，我瞓瞓下扎醒，心諗你今晚好乖喎，咁耐都唔醒嘅。點知一望，原來你自己掹甩咗對手套，靜靜地喺度狂拗。我見到個傷口俾你拗到血肉模糊，成張床單都係血，即刻崩潰，攬住你係咁喊。點解你咁細個就要受呢啲苦呢？我同爸爸用盡方法想去醫好你，搽藥膏治標唔治本，我就跟人煲呢樣煲嗰樣幫你浸洗，但係全部都冇效。有人話你濕疹係因為我陀你嘅時候冇戒口，仲叫我唔好再餵人奶。媽媽都會諗，唔通真係我嘅錯？好彩俾我哋揾到個好醫生，佢叫我唔好諗住要消滅濕疹，應該視佢為一場持久戰。平日盡量食用天然嘅食物，同埋用天然嘅護膚品，因為一啲天然嘅成分會幫皮膚構成保護層，但最緊要嘅係幫你乾燥嘅皮膚保濕。用完滋潤啲嘅沐浴露同潤膚膏，你會冇咁痕，就算拗都冇咁容易破損。媽媽好聽醫生話，見到你啲皮膚慢慢咁改善，係最大嘅安慰。媽媽知道要打好呢場仗係唔容易噶，但我會陪住你堅持到底，實好得返嘅，好唔好？Aveeno Baby 全新 The Maxa 舒敏修護系列。